3月19號，跑馬地夜馬獨角獸香港賽馬貼士。大家馬迷好，大家可以重溫返上次獨角獸所提供貼士嘅賽果。第一場1650米5班，首選8號威威父子128磅8檔，潘明輝配呢個何言。次選12號着領先115磅11檔，田泰安配呢個葉楚航。三選4號加州活力132磅7檔，奧運配呢個古東尼。最後10號童寶寶126磅6檔，奧爾文配呢個伍鵬志。第二場1000米3班，首選1號環宇風采135磅3檔，奧文配呢個黎超星。次選5號飛來閃耀124磅9檔，艾杜拿配呢個何言。三選2號年少多好135磅7檔，霍雲星配呢個廖康明。最後7號英雄豪邁120磅8檔，蔡明紹配呢個羅富全。第三場1200米4班，首選8號飛王122磅11檔，梁家俊配呢個容天鵬。次選1號電源之軀135磅2檔，布文配呢個廖康明。三選5號越進知己125磅4檔，蔡明紹配呢個羅富全。最後10號銳高119磅7檔，潘明輝配呢個文家良。第四場1200米4班，首選1號精彩進帳135磅4檔，艾杜拿配呢個方花柏。次選10號電信驕陽118磅9檔，艾少禮配呢個徐宇石。三選2號多利神驅134磅11檔，班德禮配呢個蘇偉賢。最後8號美神來122磅12檔，霍雲星配呢個羅富全。第五場1650米4班，首選8號年年歡呼122磅10檔，賀銘年配呢個尤達榮。次選5號藍雀爺127磅9檔，梁家俊配呢個毛偉傑。三選7號滿多福123磅1檔，董明朗配呢個方家柏。最後9號卓越善豐121磅6檔，艾杜拿配呢個黎超星。第六場1000米4班，呢一場係精選嘅心水選擇，首選7號同滿滿126磅4檔，潘明輝配呢個伍鵬志。次選8號超強60 126磅10檔，巴道配呢個方家柏。三選4號聖萬金127磅1檔，鍾易禮配呢個告東尼。最後10號鄉村樂韻121磅11檔，田泰安配呢個蔡約翰。第七場1650米3班，呢一場係精選嘅心水選擇，首選10號紅海勁119磅1檔，楊明倫配呢個文家良。次選1號獨角獸129磅4檔，布文配呢個方家柏。三選2號升價126磅3檔，
霍雲星配呢個廖康永。最後12號德意佳作118磅11檔，蔡明紹配呢個姚本輝。第8場1200米3班，首選11號金匯星星118磅2檔，艾少禮配呢個蔡若翰。次選4號耀寶區128磅4檔，艾杜拿配呢個黎超星。三選9號多利彩區120磅6檔，班德禮配呢個廖康永。最後5號雪勇神區125磅9檔，項永年配呢個沈澤成。第9場1200米2班，呢一場係精選嘅心水選擇，首選5號美麗緣分125磅10檔，艾少禮配呢個羅富全。次選2號同場和順130磅7檔，希威森配呢個廖康永。三選9號得道後王121磅6檔，艾杜拿配呢個告東尼。最後1號小霸王135磅5檔，蔡明紹配呢個告東尼。提醒翻各位馬迷，今日嘅3場精選心水選擇分別係第6、第7同埋第9場。以後麻煩大家免費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咁有新片就可以馬上通知大家。點讚我哋嘅影片，多謝晒大家支持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